中度风台八匹加对咱台湾的影响是无大，不过有可能会成做1949年以来登陆上海上强的风台。所以上海浦东机场也有虹桥机场已经甲昨昏暗时了8点了后，所有的飞行机抓交拢取消。因若伫昨昏暗时形成的第14号风台波多松，按算拜四的时阵会上挖进咱台湾，到时北部甲东半部的雨会不离粗。中国今年中秋节放3天连假，雁过山拄到中度风台8比者要来，上海各大景点拢无半人，只敢村工作人员赶紧甲可能被上海栏杆更加强固定。因为我们知道今年的天文大潮将会叠加台风风暴潮的影响。看起来平静的天气，严管要正注意。中国气象局发相关级别的红色预警，估计8比者登陆进前，风力就会到上强，并且自中国浙江舟山到上海浦东附近登陆，可能是1949年以来登陆上海上强的风台。尤其这嘛拄好是天文机的海水大满流期，风迎海流3个强棒，上海跟浙江北部海应会到6公尺悬。影响最严重的时段，我们预计是在15日的夜间，也就是台风登陆前后。上海全市已经转移安置超过41万外人，除了800华大船立港撇风头，浦东也有虹桥机场，19:08点开始了，所有航班取消，铁路几条路线拢停驶，车站、机场人客加满满。重新购票的3次都是重新买的明天的，然后全部停运了。最终我是选择今天出行的。因为今年第14号风台普陀桑也伫昨晚8点形成，伫海面上即嘛是双台，伊的路线甲8比者正共，估计拜四上花台湾，闽方的北部也有东半部，或是落一个停一个。礼拜1晚上开始到礼拜2的上半天这段期间，因为在台湾东方的水汽有移入的状况，所以像是在东半部地区的雨势就会比较明显一点点，容易有较大雨势，甚至是有局部大雨发生的机会。那连头大台北地区的话，也是会有局部的短暂降雨出现。普陀桑这个名是马来西亚话的，马来文的意思是一种热带水果。有称这粒风台伊的路线是向北北东转西北方向，向琉球附近的海峡刷叮当。但是依然有无确定性，也是要随时注意风台可能造成的影响。记者综合报道。